今日即暝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8月2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篇，列王记上卷第6章15节到38节，约翰福音15章16节到2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竞选。照着圣经的记载，所罗门王伊起造圣殿，并毋是所罗门王伊家己想要起，还是讲伊家己感觉有需要，还是讲伊感觉伊真敖。是伫大卫王还佫在位的时阵，上帝就已经先禁止大卫来起造圣殿，然后上帝就讲伊要互即个大卫的囝所罗门来执行这项事。伫咱即几工拢有讲到所罗门王起造圣殿的事。昨咱也特别讲到讲圣经伫即个列王下即个上卷第6章12节到14节的经文讲到即个圣殿起造的重点，并毋是圣殿本身，也是讲建筑的材料。重点是在伫顺服上帝的诫命、律例，以及持守上帝的典章。这才是所罗门王被上帝竞选来起造圣殿的原因。既然是上帝所竞选的，就必须爱按照上帝的指示来做。无论是伫建筑的即个风格，还是讲建筑材料的准备，咱伫今仔日的经文也看到，特别咧讲到约柜的即个规格，也是讲伊所藏的即个约柜的即个内殿。当然，佫较重要就是，其实咧讲到约柜内底，就是爱遵守上帝一切的诫命。耶稣基督甲军队者甲门徒所讲的话，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伊讲毋是恁竞选我，是我竞恁。佮设立恁，互恁去结果子。佮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，互恁伫我的名，无论对爸求甚物，伊拢就要互恁。我用这命令互恁，就是爱恁三听。世间若怨恨恁，恁知，伊还袂怨恨恁，已经大成怨恨我。恁若属伫世间，世间就听伊家己的。独因为恁毋是属伫世间，就是我拣恁出世间，所以世间怨恨恁。恁着记得我所互恁、甲恁讲的话，讲萝卜无较大，伊会煮人。人若困着我，也要困着恁。若有守我的话，伊也要守恁的话。若是因要因为我的名用这一切的代志款待恁，是因为毋捌找我的。我若无甲因讲，因就无做。当因会做，无通提示啦。怨恨我的人，也怨恨我的爸。我若伫因的中间，毋捌行别人所袂行的，因就无做。若是今仔日我甲我的爸，因也看见伊也有怨恨，这是要应验因的律法所记载的话，因无缘无故来怨恨我。耶稣基督非常明白提到竞选的问题，就是讲，毋是人来竞选上帝，是上帝竞选人。
这甲一般宗教的人咧思考讲我着选择倒一个宗教啦吼，这有足大的无共款啦吼。特别是咱咧讲基督徒是上帝，也是讲基督竞选来结果子的人，咱才会成做伊的门徒，甚至是成做伊的使徒的人。奉基督的名求，这是耶稣基督甲咱讲的。奉基督的名来祈祷，奉基督的名来结果子的人，就是属伫基督的。基督徒既然受竞选，就无应该搁归属伫这个世界。耶稣也甲咱讲过真清楚，咱袂当拜马门，搁拜上帝。咱一定爱决定咱所要服侍的，咱必须爱请耶稣基督来活出基督，嘛真有可能亲像安尼这个世界就来厌恶，也是讲怨恨咱就会去互世界所甲咱逼迫。这个情形，咱可能真歹了解。不如个咱若对伫阿富汗的基督徒目前所面对的情景来看，咱就会通知。因选择来军队基督，因就受到压迫。诚做被竞选的基督徒，事实上毋是一个真简单的一条路。当咱咧奔走天堂的这个道路的时阵，咱会拄着困境。咱犹原会拄着挑战，咱犹原会拄着试探，咱这个被竞选的人需要彼此相听，因为这是改变，这是上帝予咱的旨意。另外，耶稣基督也提到讲，受竞选的人，若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上帝就要赏赐予这个受竞选的人。但是咱必须爱真注意的一项代志。耶稣伫这个所在咧讲无论求什么，并毋是讲乱使求、凊彩求，啥物物件都拢会使。其实较重要的是顺服基督，彼此相听会改变。因为安尼，咱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上帝就要因为咱有安尼来遵行，就来赏赐咱。兄弟姊妹，你受竞选吗？如果咱是受竞选的时阵，咱爱会记得一项代志，咱袂当亲像法利赛人，或者是当初时的犹太教的选民的概念同款。咱真得爱有这种实践力，去实践彼此相听的改变，也因为安尼，咱靠着基督来得胜。